大问题安尼。我电脑 Windows update 了后，我袂当灌台语词，你头拄仔迄个准入张拢帮我用好啊，啊无台语人无台语词就发实在真痛苦。我拢爱用手机啊吼，手机啊拍台语拍牌了传去一个所在，啊我电脑开了才直接去登录迄个，甲迄个 copy paste 安尼，够痛苦。我一听到的歌词，就是我用手机啊拍的，用手机啊拍以后，再个来控入来电脑内底哦，够爽，啊，即摆解决啦，好来，所以吼，安的啊，会使啊，爱灌输入法，爱输入法啦，迄明仔载会教大家，明仔载就是吼有一个时间要教大家迄个要安怎灌台语输入法，因为你用台语输入法，你就免。像我头仔讲迄广告的精神分裂有无？用华语拍上台语安尼，对无吼？所以你著用直接拍输入法就会使，足方便的啦，足方便的。好，来，所以吼，咱著下晡的课程的正式，哎呦，那只恐怖，然后来开始了咧。来，因为人讲啊吼，食饱肚重，对无吼？食饱肚重，讲啊吼，腹肚皮若定定，目睭皮若灵灵。目睭皮若灵灵，头壳就会袂清。啊，头壳若是袂清咧，意外就来发生，是不是安尼？大家就爱困，对无？使讲较慢的。好，大家讲一下，腹肚皮若定定，定定就是食种饱的，所以腹肚皮甲用解做定的喎，定定。目睭皮就灵灵，哦，灵灵要困。爱困。啊，目睭皮若灵灵，头壳就会袂清。啊，头壳若是袂清咧，意外就来发生，所以啊吼，这个时阵要安怎？所以来甲大家提醒一下安尼，哦，来做一个小测验，做一个小测验啊，台语小测验，哦，台语小测验，来哦，哦来哦，咱验，这边是 A， 这边是 B， 哦，这边 A， 这边 B 哦，来，下面倒一个是？手指 A 举手 ，B 举手，真好吼，大家拢真内行哇吼。每一个人吼看到这个，就想讲，哎呀，这个手指嘛吼，对无吼？这物件台语叫啥？镜头啊，对无吼？镜头啊，这毋是手指呢，手指是啥？是这对无？我定爱问人讲吼，好，你知影这是镜头啊对无？啊，这支是啥？恁敢知？大富翁。有人讲大头帽，有人讲大富翁，对无？哦，阮兜是讲大富翁，我知有人讲大头帽，对无吼？啊，这支是啥？卫生仔，卫仔，对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支是啥？中仔，你看 KI 拢无问题，对无吼 ？KI 大家拢会晓，对无吼？啊，这个，你看，你看 ，KI 拢知影对无？啊，双个就袂使，设置伫台北。细致对啊，设置的，这毋是啦吼，这毋是啦，这个叫啥？李仔，嘛会使啦吼，但是一般是袂讲字是李仔啦吼。这个啊吼，这个叫做鸡仔啦，鸡嘟嘟哦，讲记有啊吼，讲记有啊，记就是用这支咯，你哇。鸡仔啦，吼，鸡仔啦，吼，就是记讲记有啊，吼。啊，这字的汉字是两个尖头的尖啦，直安尼啊。但是第一字是念鸡，第二个念就仔安尼吼，鸡仔哇吼。啊，那罗马字是 KI 啦，记啦，吼，第二条记啊仔安尼。好，啊，这支咧？唔知对哇，因为伊无啥物路用对无？日常生活啥物时阵会用这支？袂嘛对无吼？所以英语叫啥？叫 ring finger。啊，就无路用，只好摕来挂手指，毋知要摕来做其他的啥物路用，对无？所以手指拢挂伫遮袂妨碍着，对无？袂碍着，所以叫 ring finger 哇吼。啊，但是啊吼，台语叫啥？台语就叫伊歹仔。啊，伊就无路用啊，叫歹嘛，歹仔哦，歹用啦，真歹用哇吼，真歹用，歹仔。我嘛有人讲是买字仔啦，袂晓讲就讲买字仔啦。哦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五支镜头人讲袂着，对吧？对吧？是不是安尼？哦，这大富翁、鸡仔、中仔、歹仔、卫生仔，有无？是不是安尼？五支镜头啊？啊？大拇指你说是？阮兜是讲大富翁，啊，但有人讲大头帽，拢共款。
大头母，嘿，大头母，嘿，对，阮中国是讲大富翁，嘿，安尼，吼，好，啊，手指是这哦，手指是这哦，吼，无，迄份毋对的，结婚爱挂手指，吼，对吧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手指来，下面倒一个是壁好 ，A 举手，好 ，B 举手，这只叫啥？先好神啊，毋是好神啦，神啊啦，好伊食好神的啦，好神是伊的奖励啦，对吧？这只叫神啊啦，这只叫神啊啦，这只毋是壁虎咧，壁虎。我听过四骹蛇。四骹蛇是杜定，迄种的，迄是另外一种，即种专门叫神人啊。伫厝里咧扫的，放迄个网啊，啥物，迄叫神人啊。啊，四骹蛇吼是迄个蜥蜴。蜥蜴啦，蜥蜴的四骹蛇啦，吼，迄甲这个无共安尼，吼，所以这是叫做神人啊，吼，迄毋是壁虎，壁虎是这啦，啊，这是啥物？叫做这是啥物件啦？你着要扫螺丝去壁面，但是螺丝无夹对无？壁面无夹啊，吼，所以你落一空了啊，吼，甲一个塑胶的套仔甲剪入去有无？啊，剪入去塑胶套仔内底有夹，啊，所以你着当扫螺丝落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即种的台语叫做壁虎，伊是要用镜啦，吼，像我会惊仔要用镜无，就落一空以后，甲剪落，啊，镜，啊，甲扫落，扫螺丝落咧，这叫壁虎啦。啊，阮细汉有另外一种壁虎啦，无共汉字啦，就是共款是壁虎。阮母也拢骂我讲，啊，你壁虎一顿食较济，有啊有啊，壁虎啊，粗壁堆的有啊，粗壁有啊，吼，粗壁堆的，吼，咱讲迄食吼，咱中南是讲食足济俗语的对吧？吼。迄出粗壁的啦，吼，有无？你讲你壁好啦，啊无就讲啊，啊一摆啊烀我，烀规碗落，你看，毋是讲食规碗落，是讲烀规碗落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一摆咧烀规碗，烀是啥物意思？烀食足紧的啊，凊彩食啦，烀规碗，烀几人碗，就足紧啊，安尼无步就甲吞落，烀几人碗哇，烀哇，是毋是安尼？足济啦，吼，足济迄种的，好。所以哦，但是即个叫壁虎，即个叫神人啦，所以大部分人讲毋对啦，对无？对的人吼无简单啦。来，倒一台是火车 A、B、C 倒一个 ，A 举手 ，B 举手 ，C 举手。哦，火车。 A， 倒一台是火车，等下火车，来即台帮咱念，大家做伙念。火车。火车。火车。即来。火车。火车。火车。对面顶有在西人的面顶跳脱离舞的，有啊，迄叫做火车无？火车。你看拢无共款对无？吼，无共款啦，大家拢真火对无？吼，火车，大家拢火去。好来，来有啊吼，这是台语的声调嘛，吼，声调无共。来，正解来，请念出下面的词，即个。放心放手，倒一个是白话音，倒一个是文音。好，来，我给咱你先念了再讲。放心，但是放手，一个是放，一个是放有啊。偏偏写即个汉字，想到一个放，一个放，若写罗马字就会无共汉字，对无吼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即个呢？分手。即个呢？分手。分行，一个是分，一个是分，有无？你有发现无？你有发现？共款，啊，先来遮念放心，再放手，对无？放。啊，台中人咧，知影这叫啥？大道这个？大眼。台中人大眼。重点是头前即个，即个是大，即个是大，偏偏地名啊，什么时阵爱大，什么时阵大？我问过迄个大业大学的校长啦。中华毋是一个大业大学，我问讲你哪落念啦？伊讲我嘛毋知到底是大校啦吼，大校吼，大业啦吼，大校啦，大业啦，你嘛有4种排列组合喎。因为每一个字拢有2种发音，所以伊讲伊嘛毋知影，吼，伊嘛毋知影。啊吼，台中有一个所在叫大庆车站有无？伊安怎念？大庆还是大庆？车顶的广播是讲大庆啦，吼啊在地人安怎念毋知影。因为在地迄个名毋是叫大庆，迄个所在以前叫黄伯庄，以前叫黄伯庄啊，是到尾啊吼，最近几年才甲改的，改什么大庆车站有无吼？所以根本无在地台语，所以
什么时阵大，什么时阵大，唔知影。啊，高雄咧，这咧，红山嘛，啊这咧，你看，开始背啊，讲啥？你看，红山、公山，讲公山啊吼，牛肉就加10箍，是安怎？因为是外地人袂晓念对无？所以就加10箍。红山、公山，啊这咧，屏东。台东有无？你看吼，是毋是安尼？那因为吼，这就是啥？一个文音，一个白话音，放心、放手，文言音、白话音。啥物叫做文言音、白话音？等下咱再来解说啦，好无吼？等下再来解说啦，吼来。但是这就是你看，共一个字哦，汉字哦，吼，共一个汉字哦，念法嘛无共，台语就是安尼，吼，啊这是 word mark， 啊这咧。三声数个。来，这个来三界讲是啥？三声。三声行啊！三界讲是三声，那有什么三声？三声是数，三声数个，迄是什么？拜地吧，拜鱼吧，拜鸡哇，三声数个哇吼，哦对无？三界讲是三声行，有无？有无？你看三对无吼？啊这个什么起油？九五起油加500哇，你们5，你们5哇？啊这是六合也是安怎？行600，6合行600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第一名干那一个，有无？1甲1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看台语拢有足侪无共款的，对无？吼，真是有嘛？啊是安怎？是安怎？等下再来讲嘛，吼。来，华台对比，钱有安怎？早来无？钱有早来，这是华语啦，吼，这写我写的是华语，钱有早来无？啊，囡仔有带来无？我有听过一寡人咧吼，少年人咧讲吼，囡仔有早来无？囡仔早来是要安怎早啦？囡仔钱落地啊，对吧？钱落地啊早来，有无？囡仔有差有啥物差别？一个甲你会行，一个袂行，对无？早来是袂行的啦，啊，带来是会行的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啥物油菜？擦油菜，我个擦油菜啦，吼，擦油菜对吧？吼，啊，啥物芳水？我芳水，香芳水嘛，对吧？吼，阮拢用香的尔，吼，无抹啦，因为较上重，我香的较省安尼吼，对无？吼，你看吼，啊，擦油菜哦，即个是华语拢是擦，啊，什物擦油漆，什物擦香水拢是擦，但是你看，事实上擦有济无？香芳水安怎香？一个我行过也是直接安尼。试一个安尼尔对无？油一个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若是迄个啥？若是油擦的，高一堆哇，对无？吼，所以你若讲擦香水，擦香水叫华语啊，拢讲擦香水，哎，表示恁兜开香水工厂，你是有做着安尼，遮上重安尼处理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你看。华语拢无分对无？但是台语一个会行，一个袂行啦。哦，一个有性命，一个无性命。啊，一个足济，啊，一个是小可啦，拢共款差啦。啊，佮来厝里安怎？湿啦，有无？空气湿，雨打落了，湿对无？啊，裤底安怎？淡对无？裤底淡啦，行甲闪着对无？裤底淡啦。啊，湿甲淡有啥物无共？水分的成分较侪啦，吼，对无？就是去湿度较悬咯，吼，迄叫做湿有无？啊，那淡是真正有水啦，对无？淡是真正有水，一个是湿度，一个是水，吼。来，啊，无共款，就是华语拢共款，华语拢无分，我讲华语就无分的啦。来，淡水不出产淡水鱼，台语要安怎讲？淡水无出产淡水鱼，淡水每一尾鱼仔拢嘛淡水鱼，淡水无淡水出台中鱼咧，对无？哦，淡水绝对有淡水鱼，但是淡水无啥物鱼，正水鱼，因为拢游海嘛，吼，所以是海水的鱼啊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华语无，你爸等等会来接你吗？恁爸。
恁爸是我啦，对吧？恁爸是我，恁祖妈嘛是我，对吧？台语就是安尼啊，哇，台语就是安尼啊，恁爸的台语是我的意思啊，因为啊恁祖妈嘛是我的意思啊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一个查甫用的，一个查某用的，但是恁是咱的意思，啥物时阵？迄翁仔某咧讨论囡仔食毒啊啥，恁囝啦，是毋是安尼？送的囝。咱囝啦，对吧？所以恁囝啦，恁台湾人啦，恁台湾人就是安尼，是送台湾人，咱对吧？所以台语的恁就是咱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这台语足趣味的啦，伊迄代名词拢会看情形啦，看情形我袂用啊，所以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所在啦，台语是一个足趣味的语言，台语足趣味的语言啦，咱若要讲台语，也是咱家己要去学台语啊，咱爱从倒位开始啦，头拄仔遮尔济眉眉角角对无来，台语的秘密啦头先你爱看语音啦，这是阮台中一间卖迄个册地啦，这要哪念？湿啦，对吧？湿一个对吧？偌好你敢知对吧？你伫美国的街头啊有看到即种看板无？有啊，英语叫 sip， 有无 ？sip 嘛是共款意思啊，对吧？sip 什么意思？甲台语的湿共款嘛，湿一个是细细喙安尼接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安怎？英语甲台语拢共款，敢讲是台语学英语，还是英语学台语？无啦，无关系啦，对无？无关系，只自然谁都共款啦。是安怎？遮个语言拢生出来，过来个。你看人讲英语讲 take it， 有无台语安怎讲 take it， 对无 ？take it， 对无 ？take it， 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讲敢讲倒一个学倒一个无啦？其实嘛无啥物关系啦，老实讲，伊只是音拄好共款尔，音拄好。是安怎音共款，意思就会差不多。是安怎音共款，意思就会差不多，因为人类一开始是先有文字，还是先有发音？先有发音，迄人只无文字对无？所以伊会甲意思藏伫发音内底，毋是藏伫文字内底哦。所以你要学任何一个语言的时啊发音真重要，因为意思拢藏伫迄个发音内底。安尼知影无？知影？所以你学台语发音真重要，发音真重要。来，阿爸甲扣仔有啥物无共？阿爸甲扣仔有啥物无共？阿爸有挂，一个有挂，一个无挂啦。因个人讲大细骹啦，我无啊。阿爸嘛有大界，阿爸嘛有细界，阿爸对无？扣仔嘛会当有大有细啊。重点伫倒有挂甲无挂啦。有挂叫阿爸扣仔。阿爸对无？是安怎阿爸有挂？因为你注意看我的喙哦因华语有一阵仔真流行来讲，读我的唇，哇，是不是安尼阿爸有含起来有无？哭有无？哭开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你个注意看，毋是干那即个例哦，那一个例叫做啥？叫做拄好尔。那两个例一个例叫做拄啊好啦，就无细字对无？一解错误叫无细字嘛两解咧。两解，三解咧，三解就规正嘛，对无？所以咱来看规律啦来对无？含起来有无？含有无？合作有无？合作天足热，翕热有无？足袂输咱砍掉咧，翕热有无？头拄咱讲的看台语跳无？迄天压有无？压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所有的含的，你看台湾有一种叫含嘛有无？含嘛有无？含嘛卡美拉嘛是叫翕对无？因为卡美拉嘛是咧较差一个，迄镜头就安尼有无？翕有无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所有合起来拢是合喙音。你有发现讲，迄发音甲迄实在是有关联的啦搁来咧。人也是人有啥物无共？人甲酷甲后尾有啥物无共？不管是人也是人啦，拢安怎？拢有空，中拢空有无？迄若底迄个水果的人有无？是毋是中一空底尾仔变的一空有？迄叫做人有无？若关人的人关动物的人迄人来，人来是啥物意思？家内底啦，迄伫人内担去互放出来有无？好，迄拢是有空的对无？拢一空的对无？你看
若时间中有芳，像我吼，时间中有空啦，吼，叫做啥物物件？浪旁，浪芳啦，来，对对念，浪芳，浪芳，浪芳，嘿，若有浪芳的时间，你就会当小休一下，吼，毋免遐忝，对无？若有浪芳的时间，若你上课甲上课的时间有浪芳的时间，咱就会当来附近行行咧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浪芳有无？吼，是毋是拢有翁？浪芳拢有翁对无？啊，若空间有空间叫做啥？若人坐无满叫做人有无？人坐甲人有无？坐甲人，吼嘛是翁咯吼。啊，若头壳内底叫做空对无？吼，头壳内底空无物件嘛，空。吼，啊，若两前甲咧碰松叫做啥？松有无吼？像迄个啥 Boston 派有无吼？就芳个松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吼，有翁的拢空。有翁的啦，有翁的，所以各位爱细字吼，有翁的拢空有无？是毋是安尼吼？有翁的，对吧吼？所以吼，迄一个语言啦，真好一个语言，伊的发音拢是有秘密的啦吼。啊，若讲啊吼，动作啦吼，动作内底啊吼，有翁的拢大力啦。你看吼，撞落、弄落、讲落、冲过，是毋是拢足大力的？有无？是毋是拢足大力的？你看对无？撞落、弄落、讲落、冲过，拢足大力的有无？你有发现讲有翁的动作拢足大的无？足大力的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有足大啊！所以你若讲吼，阿母啊，我车去甲人回着啦，吼，请阿母会问你安怎？后一句是问啥？哈，我车去甲人回着啦，吼，伫路林有无？伊会讲啊吼，啊你是回着啥物车？爱陪偌济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万一无咧回着一台迄个玛莎拉蒂，目屎咧滴，目屎哪滴，你就惨啊对无？所以伊会先问你讲吼，啊你回着啥物车啦？对方是啥物？爱陪偌济啊吼？啊那你若讲吼，阿母，我撞落啊！伊会问你安怎？啊你人即摆伫倒？有安怎无？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伫病院啊是伫倒位对无？因为安怎撞落是足大力的对无？吼，撞落人，就爱先问讲人有安怎无啊？吼，啊若回着咧，人一定无安怎嘛对无？吼，回着就问讲爱赔偌济钱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有翁的拢大力对无？拢大力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啊若要细力的，会歹势，我感觉伤热，冷气个呢，好歹势，吼。啊，若要较细力要安怎？若要较细力要安怎？较细力啊吼，就爱用入声。啥物做入声？就是迄声音较短，有无吼？像我吼，接，吼有无？压水的压，有无？压，有无吼？压水的压，是毋是较细力对无？吼，啊若压仔的压。有无？若伫罗马字表现伫后壁有4种叫 PTKH 啦，即4个字母伫最后的，你若看到罗马字，迄拢细力的啦。好，不管，咱先来感受就好啊，咱感受。吼，有，所以吼，来节条啊，对无？节甲尖，节甲尖，倒一个是，若青春痘要安怎？节对无？华语拢是字啊，字青春痘对无？所以我以前咧教医学大学的时候，我咧问医学学生讲，哎啊，若发条啊要安怎啦？青春痘要安怎？因就讲吼，老师挤出来啊！我讲哦，挤会流血哦，对无？因为挤对无？挤你甲你条啊发条啊，哪安尼挤？哦，啊安怎？切出来就好啦。你看，切就是遮细力有无？切入声，声音较短，所以意思嘛较短有无？切有无吼？啊若大力的就鼻音啦，因为爱喘气较大力的有无？所以鼻嘛爱出声。尖有无吼？所以我真无简单，才尖起哩。啊，伫车顶看到少年兄咧接条啊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无共哦，无共，有入声甲无入声。搁来咧，吼，拖爱安怎？拖爱拖出来，还是拖出来？拖出来，拖出来安怎？你知影？迄拖你安尼扭，开就落落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拖就是安尼，安尼尔。所以叫做拖出来，啊若拖是有无？要拖去倒拢事在有吼，拖死人，要拖去倒拢袂要紧。所以拖甲拖有入声吼，拢细力，拢足细力，拢较细力，有无吼？拢较细，拖出来，拖吼啊，接较尖，顺甲消，倒一个是真短，顺还是消？
述对无？述是毋是足短结束啊？对无？述啊，述甲消有啥无共款？小较大啦。消较大力，消就是安尼消啦，对无吼？啊，若述咧，有无？述搁有一个扭转来迄个动作哇，述有无？述一个述一个，所以网述啊，举网述啊，有无？迄敢会安尼过？无啦，迄网述啊是足优雅的。恁听有我咧讲啥无？浮沉有无？吼，中文叫浮沉。迄道士咧举迄啊，一支长长的面有毛迄啊，吼，迄有举网述啊，徛云顶的，哇，是毋是安尼吼？迄种做仙的人啊吼，伊会安尼无？伊袂啦，吼，安轻轻啊咧，哇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述，吼，网述啊，述，有无吼？述，啊若消的，有无吼？一个有一声，所以吼，啊头壳丢一个，甲酸抽疼，倒一个会较久？丢一个较短啊，对无？丢一个，一时啊就无啊无？丢一个有无？吼，丢一个，但是若是酸抽疼，毋知要疼偌久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丢，所以你看吼，伊罗马字就是写 H 的啦，写 T 的啦，写 K 的啦 ，PTKH 拢是较短啦，吼，拢是较短。好来，所以倒一个较大力咯，过来哦，切，若主角切落，剁落，斩落，倒一个上大力？斩落上大力对无？斩落是安怎？什物动作？若切啥？切菜对无？切菜啊，剁咧剁啥？剁肉对无？啊若斩咧，骨头对无吼？斩啊用啥物刀啊？斩会当用迄做沙西米迄薄薄的刀啊去斩无？踮伊就断去对无？迄斩的刀啊就是足大支的喎，摕来来斩落无？所以你看。斩就上大力有无？有鼻音对无吼？啊若切啦、剁啦，有无？啊足紧的有无？吼，啊足紧的对无？切有无？所以入声拢是入声。所以你有发现讲啊吼，你有发现讲声音甲迄个啥，声音甲意思有小可相连无？所以我之前有指导一个学生啊吼，去研究日本时代台语歌，你知影吼？流行歌啊吼，上接出现的就是啥？就是爱情的题材嘛，对无？吼，流行歌就爱人爱情，啊爱情有两种啦，一个是幸福，一个是无幸福嘛，爱人啊对人走，对无？吼，啊我问恁啊吼，若是幸福的爱情啊吼，上接押韵的是啥物韵？恁敢知？押韵押啥物韵？押韵，哎押啥物韵？幸福的爱情的安。春天花正轻芳，双人相招去又共，有话想要对你讲，毋知通也毋通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翁嘛吼，啊若悲伤的就知影啥物韵？哀。你看悲哀啦吼，物件害去啦吼，头壳歹去啦吼，啊心情。就遐哀杂哇，哀哇，是毋是无好诶拢爱哀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好诶拢红，所以哆啦 A 梦啊吼，哆啦 A 梦就是安尼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以前老爸讲哆啦 A 梦，啊是以前哪要安尼？因为伊就是要互你欢喜诶气氛对无？所以欢喜诶气氛就红有无？红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声音啦，秘密就是声音内底吼。所以你去学一个语言啊，一定去了解伊的语音到底是啥。啊，但是发音要怎学？发音要怎学啦？发音啊吼，上好开始学的吼，咱若要教囡仔，大家拢伫遮拢会晓讲啦，吼，拢毋免啦。你若要教囡仔，先互伊对念谣啊是歌曲啊吼，押韵的所在去感受迄个声音啦，感受迄个声音啦。啊，若家己学的时啊吼，就爱去感受声音甲意义啦。就是你家己会晓发嘛，所以毋免去感受声音，但是你爱去想看迄什么意思安尼啦。吼，所以教囡仔时，咱安怎教咱记咧啦？吼，咱记咧。吼，有一条囡仔歌啦，吼是当这圆啦，吼囡仔歌吼来，大家对我念一下。当这圆，收圆，圆赚大钱，当这圆，食甜甜有福气，当这圆个甜甜，平安富贵感谢天。当这圆个甜甜，平安富贵感谢天。伊安尼唱，你知？当这圆说圆，
大钱，当这圆吃甜甜，甜甜有福气。当这圆搁甜甜，平安富贵感谢天。当这圆搁甜甜，平安富贵感谢天。哇吼，就是迄当这圆啦，这就是即摆囡仔歌啦。你莫想讲啊吼，迄囡仔歌吼，拢什物搭仔甲黏着骹，哇，毋知要黏到当时哇，是什物跋一倒捡着2圣钱哇吼，是毋是安尼？毋知要捡到当时对吧？无啦，咱即摆囡仔歌无共啊啦，而且你捡着2圣钱，你嘛毋知要创啥，1圣留咧好过年，1圣摕去1圣安怎？1圣留咧好过年，搁来另外1圣咧买饼送大姨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代无志买饼送大姨，要创？你嘛毋知影对无？你嘛毋知影，啊，着过年啊，大姨有阿运安尼，咱想要买饼。所以这是即摆囡仔即摆囡仔即摆做的新歌啊。嘿，这是儿歌创作，是新的。的，有啊有啊，这嘛无讲介新啦，嘛几啊年啊啦，近代的儿歌创作，啊，我头仔讲的是传统。那你看吼，伊想要讲1圣留咧好过年，1圣买饼送大姨，白零死啊！伊要创啥？你若好过年，咱了解着无？啥物时阵要买饼送大姨？结婚啦，真好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你知影？啥物时阵你才会合饼、做饼去送啦？就是你结婚啦，所以伊有问讲啊吼，我1圣啊吼，1圣是过年的时摕来用，我即摆就落，即等下有空用就爱甲开掉啦吼。吼，但是另外一半的钱，我要甲欠起来，做我结婚的基金啦。安尼了解啦吼，所以吼，1圣留咧买饼送大姨啦。所以吼，伊有迄种欠结婚基金的意思伫内底。所以传统的囡仔我是安尼啊，但是即摆的囡仔嘛毋知影即个物件嘛，对无吼？吼嘛安尼唱嘛，伊嘛感觉哦，这足老款的，所以咧即摆拢唱新的啦。吼，新的吼，即下个囡仔歌有足侪啦，吼，足侪啦安尼吼，足侪作曲家拢咧用。所以你看，但是重点搁转来语音啦。你若要教囡仔的时啊吼，你看圆、钱、甜、气、天、有啊吼，你着咱互囡仔透过即个音足相像的去感受迄个的发音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的发，伊慢慢地较逐条囡仔歌拢无共款哦。另外一条歌是安尼唱的。3月半枝，半枝是啥？你敢知？毋知影着无？有人知无？半枝花，木棉花啦，花去叫木棉花啦，木棉刀，有啥木棉花对无？但是迄个啥，台语是半枝花，所以即摆高中的国文课本啊吼，第一课就是彭耀庆教授的诗，叫做什物半枝花，吼，就是半枝啦，吼，迄是原住民话来的啦，吼，半枝就是木棉花。所以迄个歌是安尼唱：3月半枝，无叶有枝，红红的花蕊点到了春天。就是讲啊吼，我唱第一拍就好。3月的半枝，你有看过半枝花开的时无？无叶啊，干那像枝甲花尔，规个树啊红麻麻啦，拢无半片叶啊，规个拢花啦，无叶有枝啦。红红的花蕊点到了春天，有水无？袂输那是火咧，一拍火，甲春天拢点互倒无？所以你看，3月半枝有无？无叶有枝有无？吼，红红的花蕊点到了春天有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就是你透过遐个囡仔歌，互囡仔吼去感受遐个声音，就是一直电话出现的到底是啥物声音？迄是囡仔歌的迄个内容嘛，对无吼？啊，你大人咧，迄是囡仔去感受我音，大人是有意思。是安怎伊要安尼，对无？是安怎要即个意思，对无吼？迄个囡仔歌啦。啊吼，另外一种无 melody 的啦，头仔讲是有 melody， 啊无 melody 啊，来大家做我做伙念好无？这叫做念谣啦。嘛，古早人有较文雅的讲法叫搬喙引啦，吼，搬喙绕口令啦，华语叫做绕口令啦，绕口令啦。来，吼，一个 A 啊。穿鞋啊，过溪啊，去鸡啊，一个 A 啊，去鸡啊，卖鸡啊，买鞋啊，你看是毋是？你听 A 有啊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吼，一个 A， 来，咱凊彩叫人来念看卖啊！吼，来你念看卖好无？第一句。一个鞋啊，穿鞋啊，过溪啊，去。鸡啊，好水来，你念看第。一个 A 啊，
边虾啊。对对对，来大家家己做，你看好啊，赞。所以你看吼，你透过这A啊、A啊、K 啊、鸡啊、A 啊、鸡啊、鸡啊、虾啊，有无？你着囡仔着一直练习迄个发音嘛，对无？一直练习迄个发音嘛，吼，着透过即种趣味的艺术的手法啦，吼，佮心性，互囡仔着会当自然学晓迄个发音嘛，有无？吼，啊，当然你家己想，就这白灵有一个，伊有一首诗，伊有一首歌是亲像这，但是我感觉伊迄。有一寡无一定真适合的所在，所以我家己甲改编做安尼，吼，我家己甲改编做安尼啦，吼。好，啊，所以你会当，啊，再来，树顶一只狗，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狗搬落来，狗搬落来，弄着狗，弄着狗，狗走，狗走，狗也走，狗走，毋知是狗惊狗，毋知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。对无？到底你若用念的，念较紧的，啊，来，咱念较紧的哦，咱中莫停哦。树顶一只狗，树顶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树骹一只狗，狗爬落来弄着狗，狗爬落来弄着狗，狗走狗也走，狗走狗也走，毋知是狗惊狗，毋知是狗惊狗，也是狗惊狗，应该倒变啦，毋知是狗惊狗还是狗惊狗，我给你凊彩啦，吼，凊彩，吼好，反正就是讲狗有无？咱台语你看，狗啊，就是火车，有无？melody啦，你会当去感受。啊，所以吼，康源老师伊就甲伊变做啥？变做一条歌啦，有一个中华有一个音乐家吼，做囡仔歌的，吼，伊就讲啥物？树顶一只金丝狗，啊，树骹一只白毛狗，啊，安怎吼？对无？就是用这去改编的啦。来，过来啊吼，来咱先念最后的，来，一支刀啊，一粒桃啊，抓刀啊，切桃啊，毋通切着刀啊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吼？会晓对哦，一支刀啊，一粒桃啊，抓刀啊，切桃啊，毋通切着刀啊，有无？哎呀，刀。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你着互囡仔去感受啊！啊，这我用念的好，狗带狗仔去狗仔边耍，狗仔摔落狗仔底，狗叫狗仔去摕狗仔来咬狗仔。你若敢若有听讲听咧嘛？来一句啦，狗带狗仔去狗仔边耍，是咧创啥？大只狗带伊细只狗去水狗仔边耍，有无？狗仔摔落狗仔底。狗仔摔落狗仔底是什么意思？倒一个狗啊，狗仔囝跋落去水狗仔底对无？狗叫狗仔转去摕狗仔。大只狗叫细只狗咯。去摕啥？摕狗啊，等于摕狗啊，来咬狗啊。来甲细只狗咬起来，有无？但你用听根本听袂咧讲啥无？狗啊，哦，有无？来，对我了解，狗带狗仔去狗仔边耍。狗仔摔落狗仔底，狗叫狗仔去摕狗仔来咬狗仔。你看，是毋是？你着是互囡仔绝对念袂顺车，伊着伫遐飞哇，啊着足心细，啊你着会当透过遮个物件，互伊感受遐台语的声音啦，安尼了解啦吼，来，所以吼。啊，若要学声音啦，罗马字啦，是学台语语音的秘密，上重要的关键吼。来啊吼，咱来看澳洲的大赛。咱来哦，澳洲的大赛遮，等我一下，来，澳洲的大赛安怎讲呢？来啊，咱听澳洲的大赛安怎讲？来哦，麦克叫我，喇叭叫我用起来。好，来，咱们开始啊。代表罗丁仪，
会当代表澳洲来台湾，我感觉非常荣幸。伫台湾这3年，我看见台湾的丰富多元，感受着台湾人的坚强、温暖、甲热情，大家互相交汇，咱是足好的朋友。虽然面对袂少挑战，毋过澳台之间的关系确实比早搁较密、搁较密切。咱拢正当民主价值，有真丰富的原住民历史、文化，开放多元的社会，嘛为印太地区的和平、稳定、甲兴旺做伙打拼。咱的心理往来，长期互相相听，有真侪民间的合作、甲交流。咱之间深刻的友情，互咱的文化搁较丰富，嘛互咱搁较有力量，会当做伙面对挑战，互社会经济搁较好，大家幸福快乐。台湾有足水的风景，甲风俗特色，我嘛看着台湾毋惊困难。伫民主、自由、健全的成就，互人学落较会踏实。这个成果拢正值得做世界的模范。虽然我都要离开台湾啊，但是我甲恁是永远的好朋友。台湾会永远伫我心肝底。多谢大家，咱有缘再相会。有水无？足水吼！伊毋是照什么华语过去什么艺番有无吼？伊是真正去麦克无啥，无要紧。伊是真正去用台语去讲的对无？迄华语的是颠倒是翻译的对无？所以你看华语无法度完全甲伊要讲的内容表现出来无？所以你会知影讲伊讲的伊想的迄个语言是用台语落去想的。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好啊，所以吼，你知影有的人是安尼啊。各位，今仔日啊吼，今仔日真高兴伫遮看到大家啦吼，真高兴啦吼。啊，搁来吼，就讲的就咧讲，念的就咧讲吼，我是一个追求倒活的人啊。我拢袂当直行，袂当正反，我追求倒活的啦。是要讲啥？我追求卓越。好，对吧？我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人，各位艺番啊，我是一个追求倒活的人。我袂当直行，袂当正弯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哦，真的是，就是咱讲，因为伊用华语艺番，但你看迄澳洲的代表，伊是用台语去想的，对吧？哦，伊才无管你华语够啥啥，伊就是用台语去想，安就对啊。但是你看吼，对吧？这华语是翻译，但是伊的台语是啥物？罗马字啦，罗马字啦，啥物伊要甲罗马字放伫上面顶，啥物伊的台语就是要用罗马字表现，因为尤其是对袂晓汉字的外国人来讲啦，吼，罗马字是足好学的啦。你知影吼？迄当阵啊吼，中国发明活字印刷的是啥？你知影？活字印刷。活字印刷就是啥？就是你毋免刻一块板，上简单就是你刻一块板嘛，吼，甲你的文章拢写落，啊，我着当迄白水，啊，着来印，看要印几日。但是安尼怎咯？迄个板，敢来当印即个印你迄个物件嘛，对无？但是活字印刷就是一个字一个板，你到时家己甲倒起来，对无？中国发明活字印刷就是啥？毕生啦，吼，有一个汉朝什么毕生的人。啊，西洋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叫啥？叫古腾堡。Gutenberg， 哦，古腾堡，啊，因 BBC 有一个纪录片啊，吼，真正，伊就咧比较讲啊，吼，啥物中国啊，吼，古早古文明的时期足强的，但是到工业革命了后啊，吼，规个就撤落有无？啊，到时啊，迄个到尾啊，才搁强起来。当然人伊迄毋是近代派，毋是即几年派，所以伊强起来，最近即几年搁撤落，即段伊无，伊敢若较强起来。伊就咧探讨，伊讲啊，吼，中国人口真济嘛，吼，所以知识啊吼，敢若无需要传播，无需要教育，敢若有一寡巧人就会使死。中国迄当阵有一寡巧人对无？有袂少巧人对无？啊，所以吼，伊就足强的。但是到尾啊，知识需要教育，
需要传播的时，伊讲啊吼，出现大问题。啥物问题呢？汉字的大问题。汉字有啥物大问题？伊讲来，请看，这是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。伊个人就是伫底下印一个框仔出来，因为就20几个字母尔，对无？20几个字母是毋是一个框仔世界就对了了？讲这啦，这。请看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，哇！安怎？每一个汉字啊，一个版呢，有几十万个汉字呢，你甲你找就找无啊，对无？是毋是？要找足久啊，对无？所以吼，中国的汉字啊，伊就无法度去传播，对无？因为罗马字20几个字母尔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就落册了。啊，啥到最后佫起来？啊，因为用电脑拍字无差。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电脑拍字无差，所以吼，这个物件就是咧讲吼，罗马字的优点啦，吼，罗马字有罗马字的优点啦，吼。啊，佫来啊吼，咱若讲啊吼，好，啊，咱若讲，来，一对阿某行来啦，一对阿某行我来啦，吼，恁都会安怎甲叫？一个是阿姐嘛，吼，哎，阿姐你好，啊，查某会安怎甲叫？阿姨对吧？吼，叔叔好，阿姨好对吧？因为少年人拢安尼叫对吧？上爱来叔叔阿姨对吧？叔叔甲阿姨若手牵手会安怎？叔叔甲阿姨手牵手会安怎？哦，迄会大问题好无？阿姨男是啥？姨丈，阿姨男是姨丈对无？叔叔因某是啥？阿婶啦，你叔叔若甲阿姨手牵手，迄个出大问题，迄是两个人的问题，两个家族拢会有大问题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叔叔袂当斗阿姊，倒来叔叔袂当斗阿姨，对无？是毋是？啊，啥人你都学袂叫，因为你袂晓用台语，袂晓用罗马字嘛。来，我用互你看吼，伊即台电脑啊吼，无事就拍出，我用罗马字无声调的就好。啊，你大家嘛看较快吧。来啊吼，啊，我先来字较大咧吼，来。啊，恁看较清楚安尼。啊，伊因翁叫做伊，叫做伊丈对无？哦，啊，姑因翁叫做姑丈啦吼，等下吼，姑丈啦吼，姑丈对无吼？所以这个丈是啥物意思？这个丈啊吼，这个丈啦吼，这个丈就表示男性姻亲加咱一个，男性啦吼。姻亲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结婚才甲咱有亲情关系，对无？我问你啦，姨丈甲阿姨结婚进前，甲你有啥关系？无关系啦。当然，有查某囡仔讲，姨丈是我前男友，最后嫁互阿姨，不是最后娶阿姨。这是较特别的例啦，吼。所以怎么啦？一般袂安尼讲，所以一般是无关系啦，无关系，对吧？吼，所以姨丈甲阿姨结婚进前，甲咱无关系，对吧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伊是因为甲阿姨结婚，才变咱的亲情。姑丈甲咱本来无关系，伊是甲阿姑结婚才是咱的亲情，对无？咱离婚就毋是亲情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迄叫男性姻亲加咱一个，或者叫丈啦，对无？吼，丈。若查某是安尼，丈是男性姻亲加咱一个，阿某咧，来哦，你看吼，阿伯因某叫做阿，阿叔因某叫做阿婶，阿姑因某叫做阿金。你用汉字写吼，拢看袂出有啥物规则。但是你若用罗马字写，你有发现安怎？拢是 M 无？拢是 M 无？所以即个 M 就代表啥？女性姻亲加咱一个。台语有规则无？我就甲你讲，语言的发音拢有秘密伫内底，但迄个秘密你用听的感受袂出来。但你用罗马字写，罗马字写就是会甲声音拢写出来，有无？所以你着真明显看出来。丈就是男性姻亲加咱一个，某就是女性姻亲加咱一个。但是姻亲对姻亲来讲，上重要是啥？伊是甲送结婚的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对姻亲来，对咱来讲，迄姻亲就是伊甲送结婚上重要啊，对无？因为甲表兄妹结婚，甲阿姑结婚，迄辈分就无共啊，对无？共一个人。吼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看吼，所以姨丈是对阿姨的，姨伫头前，对无？姑丈是对阿姑的，所以姑伫头前，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伊甲送结婚嘛。女性嘛共款，舅你看，舅的哥有无？有无？其他叫阿金，因为伊有 M 嘛，代表女性姻亲加咱一个 M 嘛。但是伊佫有哥嘛，伊佫有哥，舅的哥对无？舅的哥，阿婶呢？阿婶就是阿叔的姊嘛。对无？阿婶就是阿叔的姊嘛，阿姆咧，阿姆就是阿伯的伯啦。你讲老师伯甲母无共，伯是毋是拢共款发音？伫语言学内咧算是有共啦。所以你看，是毋是足有规则的？
对无？是毋是有规则的？所以你若用罗马字写吼，你会感觉台语足有规则的啦，吼，对无？啊，若用汉字写咧，敢有关系？看袂出啥物关系，对无？汉字写这汉字写袂出关系。搁来第二单复数，我头仔讲啊吼，恁爸是我的意思嘛吼，恁祖仔嘛是我安尼吼。来，但是咱来看正常的，来，我啦吼，我对无吼，我吼，啊，搁来搁有你对无？对无吼？等下吼，我电拍你一下。来，我对无？啊，你对无？伊对无？吼，我你伊对无？来，我放较大字的，放较大字。啊，这是一个人嘛，啊那伊叫做因啦，对吧？吼，伊叫做因嘛，啊那你叫做恁对吧？吼，恁对吧？啊那我叫做无遐济我啦，无遐济我啦，我叫做啥？阮对吧？吼，阮嘛有人讲是阮啦，吼，啊甲啥？咱对吧？吼，我甲咱，哦，所以吼。你知影袂晓写罗马字的人啊吼，永远是啥？咱分袂清楚啦。你若昨啊吼，莫讲昨啦，安尼就知影是啥。反正就是有一寡人啦，有一寡人落迄个啥，老师，阮等下来食，老师咱我嘛家己讲，老师，阮等下要食啥？我想讲你等下要食啥？干我屁事啊！我要怎啊？对吧？咱等下要食啥，对无？咱等下要食啥？阮甲咱分袂清楚，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阮甲咱有啥物无共？阮就无你。水啦！阮要去看电影，有要招你无？无要招你对。啊，咱做伙来看电影，有要招你无？有对无？所以阮就是无你。啊，我定来讲安尼啦，有一个口诀，咱有你啦，啊，阮无你。对无？咱有你啦，咱才有你，对无？咱才有你啦，啊，阮是无你的。阮拢无理，吼，即个有包括听话迄个人无啦，阮甲人，吼，啊然但是啊吼，你若安尼硬记啦，吼，硬记歹记吼，你若会晓写罗马字啊，你有看到规律无？英语的复数加 s 啦，台语的复数加啥 ？n 啦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复数就是加 n 嘛，有无？足规律的对无？所以伊加 n 就变复数。你加 n 变复数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我加 n 嘛变复数，无毋对啊，老师，阮啊，无毋对啊。但是咱咧，咱是啥？你想看觅啊吼，咱有三个字母啦 ，n 是复数对无吼？伊就另外第一个字母叫 l 对无？我、你、伊倒一个字母有 l？ 你有 l 有无吼？啊，倒一个字母有 r？ 我，所以代表有你，有我，啊是复数。有无？所以咱是有你有我，啊搁复数安尼。哎，了解啦吼！你看吼 ，L 敢若即三个字母真正敢若你有啊，对无？啊啊敢若才有啊，所以有你有我搁复数呢。有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有规律无？有啦！啊你若听阮咧，阮内底哪有你？阮内底就是我加复数尔，也无你伫内底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台语你若会晓罗马字啊吼，你会知影我台语足有规律的啦。台语的文法就藏伫即内底啦，发音内底啦。啊，台语无文化啦，因为你拢用汉字啊，你当然毋知影。汉字吼听声，就是汉字表现出来看袂出声音，啊，秘密拢伫声音内底啊，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你著爱学罗马字啦。学罗马字以后吼，你对台语就会了解较彻底安尼啦，吼，好无？叔叔好阿姨好，你就袂学袂叫啊，哦，你嘛袂叫啥物，哦，咱我分袂清楚啦，哦，才学罗马字啊。声调嘛共款啊，咱头仔讲火车，对无？吼，之前我敢若顶一摆有讲过，讲吼英语就无声调啦。阮伫俄罗斯读册时啊，吼，俄罗斯叫罗西亚啦，阮伫罗西亚读册时啊，吼，人拢讲，恁咧唱歌哦，我无啊，阮咧讲台语啊，啊讲台语就亲像唱歌，因为关关家家哇，因为关关家家啦，吼，你看吼，若英语来讲就无即个分别咯，吼，你看两个人咧讲话，一个讲 I'm a man， 第二个讲 a man， 第一个讲 a man， 什么意思？第一个讲 I'm a man 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一个查甫的，对无？我是一个查甫的，对无？第二个讲 a man 什么意思？查甫的，干嘛呢？头壳较长啦，啊化妆化甲安尼，敢查甫的？啊第一个人就讲 a man， 你敢看袂出来？我哪有扑一扑无？扑我讲话声音较粗，你哪会看袂出来？对无？但是啊，虽然你看，一个是简单安尼讲，一个是
问问题 a man 疑问对无？啊，一个是足意外 a man 哦，但是 a man 的意思敢有改变？一个查甫人意思敢有改变？袂对无？袂着，只是情绪改变，但是意思本身无改变。但是若台语咧，狗啊，狗啊，无共款着，狗，意思有共款无？火车，就是开始互大家练习迄有啊，是毋是？意思就无共款对无？所以咱台语声调若改变，意思就改变啊。啊，若英语声调改变，意思安怎？无改变。安了解无？因为咱台语是声调文字，啊，英语是啥物文字？重音文字啦，重音无共。你知影？就阮伫洛西亚诶时啊吼，阮洛西亚欧洲诶语言重音拢较后壁。就阮来讲啊吼 ，metro，但英语就讲 metro， 有无？英语就伫头前啦 ，metro， 啊，阮洛西亚语讲 metro， 啊吼，阮来讲 boulevard，重点是最重要啦，boulevard， 哇，英语就讲 boulevard， 所以我一开始咧讲英语诶时啊，吼，我伫洛西亚惯习讲英语，拢重音拢囥后壁，结果人拢听无，吼，我讲对，这是英语啊，甲重音锁来头前。所以吼，美国人会讲啊吼，美国人来讲北京话会讲，我带我家的狗子去散步，伊是带啥物去散步，还是炸啥物去散步？你敢知？你敢听出来是炸狗啊去散步？我都带我家的狗子去散步，如果有水果，我就把它勾下来，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钩子嘛，吼，钩子。啊，我都带我家的狗子去散步，然后帮它擦大便，哇，是不是安尼？带狗去散步来。袂够使啊，吼，但是你听袂出来，因为啥啦？因为美国人伊英语内底无迄种声调的概念，所以伊发出来伊袂有声调的分别对无？这就是外国人啊，美国人学台语上大的迄个障碍就伫遮啦。上大障碍就是伊学袂晓声调，因为伊的母语无嘛。哦，所以声调是台语足重要的一个概念啊元素啦。所以来哦，伊啊。有几个人伫内底？来，伊啊，有几个人伫内底？三个，倒一个是甲我共缘的。毋知吼，有一个甲我共缘哦，毋是逐个拢我的长辈哦，毋是逐个拢我时代哦。倒一个？伊啊，倒一个甲我共缘？阮姨啊，姨啊是啥？太太的妹妹姐妹。某的姊妹啊啦，对无？伊仔甲细姨无共的，你无甲伊仔叫做细姨咧，吼，阮细姨，这阮细姨啦，啊，这交界就差足济啊，对无？阮姨仔啦，姨仔对无？吼，姨仔就是甲我共缘啦，吼，啊那姨仔是啥？姨仔是啥？妈妈啦，中国地区讲妈妈讲姨仔啦，阮姨仔，啊姨仔咧。姨仔是阿姨对无？阿姨啊，哦姨啊，你要去倒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所以吼，姨啊，三个就无，所以台语声调若无共，意思就差一言呢，咱差足济呢，迄对无？迄无共款啦，吼，啊搞，所以吼，你要注意看，若台语歌内底啊吼，阿嬷拢共一个，对无？阿嬷拢共，安怎阿嬷共一个？萧煌奇啊吼，咱明仔载要听一条萧煌奇的歌，一块萧煌奇的歌。萧煌奇的歌吼，伊有一条迄个啥，阿嬷，就是阿嬷你，迄条歌叫啥？阿嬷你伫倒位？阿嬷你伫对，迄个阿嬷你即马伫倒位？敢有人伫家己照顾？迄条歌一开始就安尼，对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阮上好。就是阿嬷对伊上好啦，吼，什物好康啊拢留互因啦。啊，定来带阮去幼稚园看人咧佚佗啦。啊，甲阮讲啊，好啊读册，大汉莫像恁老爸遮凉背。什么意思？老爸走路啦，甲囡仔等互阿嬷饲啦，有无？老爸挥泪走路，隔代教养的歌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这到唱到尾也就足怀念阿嬷啊大。伊讲细汉的时阵伊拢听拢无啦，吼。啊，大汉才知影啦，吼。阿嬷你对伊安怎？吼。啊，所以伊就唱讲阿嬷你即马伫倒位？吼，有敢有人要甲你照顾？阿嬷死去啦，天顶啦，对吧？吼，所以伫倒位就天顶嘛。所以你看阿嬷阿嬷黄以玲嘛有一个阿嬷，无字的真批喎。阿嬷毋捌字，毋过伊知真济代志，有无？我听过无？阿嬷毋捌字，毋过伊知影真济代志，对无？吼，是毋是安尼？吼，阿嬷虽然毋捌字，有一张真批写互伊，
啊，阿嬷安怎讲？讲啊吼，要爱毋敢爱啦，则用情批来骗情义啦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要爱毋敢爱啦，则写批来啦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好，这是黄丽萍阿嬷。啊，对，天后我嘛有一个阿嬷，对吧？倒位？阿公啊买煮咸，阿嬷买煮正，对吧？两个相拍就拢看顶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好，来，所以吼，但是你注意看三个人的阿嬷，三个人阿嬷，小王一个阿嬷是阿嬷你即马，阿嬷，哇，是不是？阿嬷你即马，哇吼，啊黄丽玲阿嬷是阿嬷毋捌字，阿嬷是毋是共款？啊，迄个阿公啊买煮咸，阿嬷要煮正，阿嬷要煮正，是毋是共一个阿嬷？大家拢共一个阿嬷咯，是安怎？大家拢爱共一个阿嬷，啊无会倒音，啥物做倒音？阿爸嗦啦，阿爸阿嬷啦哆啦，阿嬷，咱台语是有声调的，声调就是音乐性，声调就是音乐，你知影？所以你用音乐去理解迄个台语的声调，所以阿公一定爱讲阿公，所以你看。迄个啥，迄个江辉有一条歌，话人会唱安尼啦。阮将医生嫁互恁兜，我将啥物嫁互恁兜？阮将医生嫁伫恁兜，因囝是医生，因查囝是医生对无？所以阮将医生嫁伫恁兜对无？阮查囝嫁互你，阮甲医生，阮兜的医生嫁伫恁兜，吼，啊无要怎唱，才会变成歌词唱诶。阮将医生。哇！你若注意看江辉唱啊吼，伊袂唱阮将医生，那是医生对无？伊会讲阮将医生，医生会牵一个哇，变一哇，吼，阮将医生哇，会牵一个哦，就是毋是讲阮将医生嫁入恁兜，哇，是毋是？新歌导音导甲足济啦，就咱流行歌一摆搁一摆，伊安怎唱你知影？一摆搁一摆，足歹听的咯，就足歹听的，就安尼嘛啊。都毋是新歌才会倒音嘛，旧歌嘛是安尼嘛，吼，咱就定讲啊吼，啥物火车行到伊倒，阿嬷你落对啊，有蹦空来着，啥物车？火车来个铁哈，啥物车过蹦啊？火车行到伊倒，啥物车？火车，恁阿嬷毋捌字，所以捌真侪代志，恁拢捌字，所以毋捌代志，因为你去互汉字牵咧行，你去互歌词牵咧行。你看到火车，你就想讲火车了。你惊啊，你毋捌字，你用听。火车行到伊倒，对吧？吼，你若要感受台语的声调，你也毋捌字，用迄歌拢倒音，对吧？倒到外国去抓吼，好，所以火车行到伊倒就变，头拄仔迄个啊，头拄仔迄台车，倒一台过门卡。倒一台过门卡，火车行到伊头，跳脱伊母的车过门卡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无要安怎，因为是 re mi re mi re do 嘛 ，re mi re mi re， 啊吼，爱安怎唱就袂倒音。你若甲 re 改做咪，变 mi mi re mi re do， 火车行到伊头，因为你看，火车是毋是平平对吧？啊，火车是毋是加遮悬对吧？是用加遮悬对吧？啊若火车的火就是有一个落迄个对无？是毋是安尼？啊所以伊安尼伊 melody 是 re mi， 就是加遮悬对无？就变火车。啊然后你若要互伊平平，就变火车你来咪咪，安尼才袂倒音。安尼了解啦吼，安尼了解。所以我定讲吼，举一个例叫，是阮查某囝真正的例。细汉的时我甲抱啦吼，我甲阮查某囝抱，啊抱咧吼散步嘛，啊就唱歌互伊听。我要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，不过我是真。打拼的。不，第一段，你迄个他，搁一届哦。我要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，不过我是真勇行的。哦，对吧？用行的。用行的啦！吼，我拢用行，我袂当坐车，我有够可怜的，对吧？我来到他乡的城都，无钱好坐车，我只好用行的，对吧？是毋是安尼？我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，啊无我歌词是写啥？勇行啦，对吧？吼，但你若感觉我唱的是勇行，你就是啥？你就是捌字，所以毋捌。